Kelly 人發經濟加 AI，2026創富新公式，想找住這波藍海機會，不用重資產，不用大團隊，跟住這套 AI 創業思路，普通人也能輕鬆落地。1. 核心創業理念2026創業新邏輯，年齡不再是限制，真正決定你能走多遠的是認知與行動力。商業模式 AI 加 OPC 技術支撐的輕資產一人公司模式，實現路徑從0到1，打造屬於自己的個人 IP， 延伸價值，帶動家人一起參與，實現家庭共同成長。2. 目標市場分析，人發經濟當下正處在風口，60後、70後成為主力消費人群，市場增長穩定且明確，賽道重點可以放在新中式養生方向，用短視頻作為主要引流渠道。3. 行動落地建議，先完成認知升級，打破傳統思維，主動學習新媒體運營相關技能，一步步實操，掌握短視頻運營方法，建立個人品牌與 IP， 通過互相賦能，同步成長。在評論區多交流、多連接，打開更多學習機會。當下正是億萬級藍海市場的窗口期，看準方向，快速行動，才能真正把機遇變成結果。點讚、關注，抱團成長。